提醒大家若有啥手机的检查一下，有电视静音也是要关掉哈。3条，耶华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，我的嘴唇要学努力，我要活地时。 要安尼保护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，我的心情要把足，亲像食骨脆油面。我也要用欢喜的嘴唇学努你。圣诗50首，要学努耶和华。 着学努耶和华，对天顶学努伊，正使者着温暖，正天君着吟诗，日天发光，日月星辰，拢着学努伊名无尽，请记咧。 用主教是咱的新的界面咱做来个别信仰。新的界面，第一条就是先知要注意兄弟，这个是我的，但是头一第二也是他亲像所讲，你着要注意亲像他讲伊，这两条界是专门我圣经方面头，我的新的界面。 下面，咱做伙来应答上帝话。经文第28篇，还是诗篇139篇。经文第28篇，
我来解，请大家来。耶和华，你已经敢察我捌我？你对远知我的念头。我一切所行的，你也亲知。你伫我的前后为我。即款的财物奇妙，我袂会测度。我要去打落闪避你的神。我若就天，你伫遐。我若避开清早时。我若伫遐，你的手也要引带我。我若讲黑暗要遮看我，就黑暗也袂会遮看我，互你无看见。黑暗暝亲像一时发光。上帝啊，你的意思对伫我至极宝贵。我若要胜伊，比海沙较济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，看我有甚物歹所行无。咱人家己上细问，做外做到袂算，骹手嘴目甲心情，时时为着天灵灵，听诗的咱做。